好，还有2页动词就完了。咱们来看第105页最下边这，借、携、谢，或与其后的动词卡连用于名词或名词性词组之后呢，表示什么意思呢？叫做、所谓，就是借卡瓦。借卡瓦就是记住，这是一个词组，借卡瓦就是所谓、叫做、名为，就是尤其叫做，记住，谢卡瓦就是叫做的意思。好，咱们来看具体例子啊。美多故乡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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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美多是花儿，故乡这是从梵文直接译音译过来的，意思是吉祥草。故乡啊，故乡，光这个故乡是吉祥草。梵文意思里头这个吉祥呢，还有除邪的意思。故乡这是梵文的译音，拿是又加了一个音节，这都是译音。就是故乡呢这种花儿，然后呢，斜吧，读斜吧，这是斜吧呢，就是前边说这个故乡呢这种花儿，这个它下边意思叫所谓，也就是说的意思，就是说所谓的故乡呢这种花呢，满民不是药，它不是一种药，只是介绍这种花啊，它不是药材，是什么呢？新别给包朗嘎，新别给包朗嘎，新包是罗刹，新包是罗刹鬼，就是一种这个吸人血的鬼。给包罗刹的国王就是罗刹王，罗刹王是具体的一个人物。朗嘎就是那个楞伽，就译音是这是朗嘎，就是楞伽，就是那个斯里兰卡岛，斯里兰卡现在译叫斯里兰卡，朗嘎就是兰卡，就是现在斯里兰卡，朗嘎。然后后边枕具普木隐，枕具普木隐是女儿，普木是女儿，这个谁的女儿呢？枕就，把那个的字先去掉，是枕就，就是十，就是7、8、9、10的10。枕是什么呢？枕是这个喉，咽喉，一个口字一个音，咽喉一个口字一个时候的喉，咽喉。有时候指嗓音声调，就是嗓子，对，有时候指嗓音声调，就是基本含义就是喉，咽喉。这个罗刹王楞伽，然后后边这个叫什么呢？它这个上边翻的叫石项，项就是脖子的意思，项链就是挂在脖子上的链儿。咱们一般的叫颈，颈椎骨，就是这个项字呢，把这个左边这个弓字上面加一个那个跟右似的，颈，就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罗刹王啊，这个叫楞伽石颈石项，也有的翻石手，就是什么呢？这个罗刹王呢，10个脑袋。10个脑袋呢，它叫10颈，就是10个脖子，10个脖子肯定就10个脑袋，就是分出10个叉来，就是所以叫10颈。有时候就直接翻，人们喜欢，因为它主要目的是认为脑袋重要，所以有时候翻10手。但是这个实际上它的意思就是10个脖子，就是脖子分出10个叉来，就是10颈或者10项都行。说这个姑虾那花啊，它不是药，它是什么呢？是罗刹王楞伽石像的
女儿，这是他女儿的名字，这不是一种花儿。所谓的这个布夏那花啊，这不是药材，这是那个罗刹王的女儿，这个罗刹王的名字叫这个楞伽石像，下边啊，姑夏那明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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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姑夏那这个译音呢，明是名字了，月是什么呢？一个意思是明显公开，明显公开直接当面，有这个，这是一个意思。明显直接当面，这是一个意思。另外一个意思呢是正式的，就是不是非正式的，正式的主体，正式的主体，明显的公开的嘛，这就是正式的，主要的主要部分主体。还有一个意思是真正的，真正的啊，这个正式的也有真正的意思，就是正牌的。好，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这个名字呀，是这个下边意思是真名，就是说它不是一种花，但是这个名字呢，就是是它的正名，就是大名，正式的名，不是小名，就是这意思。取的这个月的这个里头的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正式的名字，是真正的名字，就是并不是外号。有时候人们可能叫什么名字，然后起个什么花啊，这是个外号，就是这个听着像外号，像别人送给他的外号，实际上这是他这本名，就这意思。下边啊，美多戒巴，美多戒巴，这个美多就是花，戒巴就是叫做，或者是说所谓，说叫做花，叫做花一般都不是正式的名哈，说是名啊，这是正式的名字。叫做花是为什么叫做花呢？就是好像不像正式名字，说他解释原因，说宰巴拉大巴音，宰巴拉大巴音，说叫做花是因为什么呢？拉前边啊，这是一个原因，就是美丽，宰巴就是美丽的，形容词，美丽，拉是冲着它，冲着这个美丽，大巴音是冲着那个美丽啊，大巴是刚才我讲了2个常用词了，这个大巴是最常用的词儿，就是什么呢？基本含义是挂上，基本含义是挂上，就是拴上，给你挂上一个挂上一个牌子，给把马拴到什么上边，就是挂上拴上，这是最基本含义。然后引申出来的抽象意义就是什么呢？叫起名，给人起名就叫大巴，给人起名。然后呢，起名就又引申出来什么？假名安利，假安利。所以这个词就是假安利，就是给人挂上一个东西，给人起个名，是这个叫大巴，假安利。不过这个大巴呢是过去时，它的原型你也记一下，它这个经常用过去时，因为这个假安利了嘛，都假安利成了。它的原型是什么呢？是阿沃，前加字是阿，塔哪若，就这个大塔那个第3个大塔那个塔哪若，多卡萨多，后边是卡萨。这是现在时，现在时呢出现的时候也有了，不如这个过去时多。这是一个咱们整个凡夫所知的一切法，全是假名安利，全是大巴，全是挂上的，跟那个真实世界没有关系，都是我们人的意识啊随意规定的，乱挂一气，给这个起个名，给那个起个名，随便叫什么都行，结果呢起了一大堆，就弄出来了一个世界，全是大巴，所以这个名这个词啊，好好的记住。我们整个凡夫所知法全是大巴出来的，就是假安利，
是起的名。这个具体到这儿是什么呢？说叫做花啊，是又冲着它美丽起了个名，就这意思。就是说你不要以为这花是别人送的外号，这就是从小他爹给他就是正式名字就叫花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生下来就特别美。这个罗刹女呢是非常的美，比那个帝释天的老婆都美，你想是吧？罗刹男不是特别丑吗？罗刹女特别美，因为美丽，冲着美丽，因为美丽，给他挂上了个名，给他加了一个名，起了个名，所以这个把这些典型的句子呀记住，你可以记住很多的语法现象，可以这个记住很多词儿，所以一定要多读，然后把这个句子呀最好背过。到以后你看到那个相同的句式的时候，一看，这就是所谓的什么呀，就是什么，你就它出不了。咱们这本这个语法书啊，把藏文的这个主要句式什么全给概括了，典型的句式，所以好好的多读多记，读的多了记住了，你看那个经的时候啊，你就不会理解错。好，咱们来这个读一下这个句子啊。美多姑夏那邪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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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满民。满民。新别给包朗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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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真句普木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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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姑夏那明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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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美多戒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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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贼巴拉大把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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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这个本来前边说的是戒什么，后边可以加卡，这就叫做。结果他这用的这个戒呢都没加卡，都是后边就加个八。实际上他这就是一种省略形式，就是把那个叫做戒卡吧戒卡吧，他给省略成这样了。你就记住，看到戒吧戒吧，这也就是叫做的意思，叫做。再看一个句子啊，说推你给lun包你哩。推你给lun包你哩。推你他俩的lun包，他俩的大臣。你又是二，就是他俩的两个大臣。他们两个的两个大臣，那就是有两个人，他们有两个大臣。这两个人是谁呢？看后边啊，500lun包。500lun包。这个58很奇怪的词儿哈，没见过。猫头鹰，不是人，猫头鹰。猫头鹰的大臣，猫头鹰一个大臣。猫头鹰的大臣是谁呢？叫塞密戒卡瓦唐。塞密戒卡瓦唐。这回戒卡瓦用全了。戒卡瓦，记住这个词组就是叫做。这个猫头鹰的大臣叫什么呢？叫塞密金眼，一个金一个眼，叫金眼儿。猫头鹰的大臣叫金眼儿，唐就是后边的连词，后边呢卡若给lun包。卡是鸟，若是黑色的，这个词合起来就是黑色的鸟是什么呢？乌鸦。这就是乌鸦大王了。他有大臣，他肯定至少是个大王了。这乌鸦大王的大臣，他是谁呢？是这个叫真给修监谢卡瓦。真给修监谢卡瓦。真是云彩的云彩，真是云彩。
云彩的秀是力量，坚是具有。云彩的具有力量，这是名字。有时候这个你很不好，这个就是怎么翻，所以一般名字都是按照这个意思直接就云中具力，就是反正它名字就是跟其他做一个区别嘛，所以你就按照它的一个字一个字翻过来，知道它叫云中具力就完了。具体说这个名字有什么含义，怎么起来的呀？它可以在故事当中再详细介绍。所以翻名字都一般比较死，就是对的比较死，这样也不容易错，也就是一看这云中具力一对都能对上，知道是这个藏文里头是这个，好对，就是这样。斜卡瓦这个尖斜呢，好像要读轻声，所以就弱下来了。卡瓦又是一个动词，又高起来了，所以就形成这种好像修尖斜卡瓦，就形成这种这个声调。这闹了半天是说什么呀？就是说两个动物它们都有大臣，它的大臣叫做金眼儿，这个乌鸦的大臣叫做云中巨力，就是为了告诉你谢卡瓦就是这个叫做的意思，记住这个词组就行了。好，没什么复杂的东西，咱们就熟悉句子啊。提尼给伦包妮妮，提尼给伦包妮妮，提尼给伦包妮妮，提尼给伦包妮妮。500伦包3米借卡瓦汤500伦包3米借卡瓦汤，500伦包3米借卡瓦汤，500伦包3米借卡瓦汤。卡若给伦包，卡若给伦包，卡若给伦包，卡若给伦包。均给修间谢卡瓦哦，均给修间谢卡瓦。均给修间谢卡瓦哦。均给修间谢卡瓦。好，这个语法很好理解啊。再看一句，藏伦谢卡瓦，藏伦谢卡瓦，藏伦谢卡瓦。藏伦谢卡瓦。咱们学了很多句子都是这个咸鱼经里的，这就是咸鱼经的名字。这个藏文你要汉语吧，就是3仨字咸鱼经就完了。这个藏文的经名啊很长，它都是这个一个这个格式。他先把名字说出来，叫藏伦，就是藏就是智者贤者，伦你看这个伦写不就这就是笨蛋啊渔夫，咸鱼，然后谢卡瓦就是叫做咸鱼的，后边还有一大堆。提巴亲别，提巴亲别多修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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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提巴称大称小称的称，亲别亲包大称，大称的多经修就是两个意思，一个是坐在这儿，一个是住在这儿。住有长期居住、短期住都可以，一个住一个坐，敬语，整个意思就是什么呢？叫做咸鱼的大乘经，坐在这儿，住在这儿，待在这儿。这是藏文经的这个经名的一个固定格式，这个实际上我们翻的时候呢，就直接翻它那个经名就行了，就是咸鱼经，就完了，就是取一个咸鱼，这是内容，夺取个经字就行了，是经是论分进去行了。它这个藏文里头不但是经是论分了夺，还大乘的都也那个叫出来。好，这是你看所有的经名啊都是这样的。读一下啊，藏伦谢卡瓦。藏伦谢卡瓦，藏伦谢卡瓦，藏伦谢卡瓦。提巴亲别多修所，提巴亲别多修所，提巴亲别多修所。提巴亲别多修所。下一句叫龙敦吧，龙敦吧，龙敦吧，龙敦吧。龙是什么意思呢？是这个
经典、教言，这个经典教言有时候表示预言，就这么几个意思。龙它就代表经，这个藏族里头经常有这个叫传法传经，就是上师把这个经啊在你面前读一遍，你听一遍，这就表示这个传给你了，你就以后就可以读这个经了，就是传这个龙啊，传这个龙就是传龙，哎，龙就代表经典。军巴，这就是咱们熟悉这个词儿，它本意是说话的说，还有一个意思是显示给人看，就是表示出来给人看，显示，哎，这么两个基本意思。然后它这个做这个名词的时候就是大师啊，军巴，咱们不是说那个南方有军巴教，就是大师。前边的这个龙呢，还有一个意思是原文，这经典啊表示原文，表示文字。这两个词合起来是什么呢？就是说经典的表示，经典的讲说，经典的显示，哎，你来体会这个意思啊。然后后边是扎瓦松旧巴，扎瓦松旧巴，扎瓦是根本基础，哎，松是3，旧是10，38就是30颂。它这8是名词化，说30名词化是个指的什么东西呢？这个地方就是指的30个颂的，30个，就像唯识也有30颂，这个30颂不是唯识30颂，这个30颂是什么呢？是经典讲说根本30颂，是指的什么呢？它这个经典就不是经典的意思了，是指的藏文，藏文的讲说根本30颂，就是说藏文文法，显示给别人看嘛，就是这个它得有规矩，藏文的规矩，藏文的文法，根本30颂，就是说藏文文法可能你能写好多书，但是呢最根本的概括在这30个颂的里头，所以它根本30颂。所以藏文文法根本30颂是藏文的文法的最根本的著作，就好像中论是中观的最根本著作一样，根本颂，中论也叫根本颂，哎，这个30颂也叫根本颂，就是藏文文法30颂，根本30颂啊，下边就这么译的。然后后边谢卡瓦就是教作，就是他这个省略了什么呢？省略了后边说教作藏文文法根本30颂的这个经典在这儿，哎，他们后边省略了没说，这也是经名，这不是经了啊，这是经典，就是经典文献。咱们来读一下啊，龙敦巴扎瓦，龙敦巴扎瓦，松旧巴斜卡瓦，松旧巴斜卡瓦，哎，你读清人也可以，你读那个斜也给它挑起来也可以，哎，就是你读众生也可以随自己意。好，下边的一个看啊，这是教作就学完了，下边是盖，一个新词儿。盖呢是这个盖本身是画的意思，前边不是有那个铁盖吗？哎，就是那些画，盖是画的意思。这个盖如果用到句子或句群之后，就是用到这个最后的时候，表示它前面的内容为传闻。你看它这是一个用法，就是盖要是用到最后当说的意思用的时候，它就变成了传闻。盖的主语是泛指，有据说传说的意思。什么叫泛指呢？就是谁说的呢？传说，没有，就是人们就这么传说，人们都这么说，没有具体的人，这就叫泛指。就是说听说是这样，据说是这样，传说是这样，没有具体的主语。哎，盖有这个意思，就是传说的意思。咱们看他这个例子啊，铁大内怂的，铁大内怂的，
忒大那些，乃从那些，这个那些你不看前后文是不知道它指的是时间呐、地点呐、人呐、物啊，你都不知道。忒大反正是从那些，从那些怂的，记住把这个乃给怂画成一个词组，从乃是从那怂本来的意思是取的那个过去时，所以一般叫索取，一般怂义索取。从那个开始取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从什么时候起，这是一个固定词组，就是我取啊，我从那个之后开始取，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头往后算。从什么时候起，从什么时候取就是从什么时候起，就是前面的不算，前面不取。从什么之后，从那个之后取，就是从那个时候起。现在你就知道忒大指的什么，指的时间。说什么时间啊？那忒大前面说什么了？那一大堆，就是从那个时间之后算起。从那个之后开始取，后边干什么呢？看啊，是解压吹增别，解压吹增别，解压吹增别，解压吹增别。这是一个人名字，解就是那个叫什么主人呐、什么这个就是杰出的人呐、反正就是比较尊称的那个意思。压是那个脖子，后脖子，后颈，后脖子，压，在拼音教材也出现过。吹是两个意思，一个是腕，一个是座。床，座跟床是一个意思。这个再一个就是千百万的万。这个压吹它就不是10000个脖子，是这个脖子座。脖子座是怎么回事呢？这是这个讲完这个啊，后边占卜在藏文里头就是国王的意思，占卜就是大王的意思。这个人的名字叫什么呢？叫尊敬的这个脖子座王。这个藏文里头叫尖座王，就是他不译脖子了，就是说尖座。他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藏地的第一个王，第一个王啊是大家推举出来的，大家都认为他这个可尊敬英勇啊，推举出来之后呢，就弄了一个座呀，人们把这个座抬在肩膀上，所以叫肩座。但是呢，他用的词儿是脖子，就是在脖子上的座的王。这是藏地的第一个王，意义就叫尖座王，这个音译就叫下边这个叫什么聂赤赞普，那就是nha chi赞波。也找几个汉字相近的译过来就行了。这是这个王的名字，然后后边啊，董具给，这两个字咱们都学过。董是本意是骨头，然后转译呢，就是说他的后裔，他的传人，具是相续，就是一连串的，他一连串的后裔，然后给就是一连串的后裔做主语。这个王的后裔怎么样呢？是撇给记了，撇是藏地的记是一般个别的那个一般，共相的共同的总的，这个意思。记是总的、共同的、一般的，普通的、大部分，这个意思。这儿藏地的记就是指藏地的共同的，或者叫这个全部的全藏，就是藏地的共相，藏地的全部。对于藏地的全部，就是全地区。汪马丢盖多，不要这个麻的话是汪丢，就是什么意思？汪是权力嘛，咱们学过，汪是权力，主要是这俩意思。自在，有权力就自在嘛。
这个给日是这个是有上加字的给日，就是叫使动动词，就是行使权利。行使权利是什么？就是统治。行使权利就是使用权利，行使权利，实施权利，做这个权利，转变这个权利，所以它就是统治。马给日就是没有统治，这就是一个否定词。就是说什么呢？就是说这个大王的一连串的后裔啊，他们没有统治全藏。就是说这个王他本来是统治全藏的，但是他的后裔呢就从来没有统治过全藏，那可能他还当过地区的这个王啊，没当过全藏的王，就这样。盖多就是放到最后就不是话了，就成了什么了？就成了传说。就是说据说呀，那个王的后裔啊从来没有统一过全藏，就是传说，没有主语，就是哪来的？就是大家都那么说，据说是那样。这是这个没有严格这个根据的啊。学了一个词儿，就是盖多，就是传说。好，读一下啊。铁大内怂的，铁大内怂的，节伢七真略，节伢七真略，东句给，东句给，撇给记了，撇给记了。汪马九盖多，汪马九盖多。好，再来最后一页啊。塞母内真别，塞母内真别，塞是王子或者是儿子的敬语，一般就是指王子了，但是不一定这个一般是王子，因为是儿子的敬语，你尊敬的人的儿子你也可以用它塞。母内赞别又是一个这个王子的名字，这个赞别的本身就是王，但是他这个名字就叫做王，所以他这个就变成他译的时候就是你看牟尼赞普成了他的名字。这个人的什么呢？庞梭尼，庞梭尼，庞梭是个名词，就是坟墓，就是陵墓、坟墓。这个庞本身的意思是快跑，前头也出现过快跑，仓库，这么两个意思。庞梭就成了这个坟墓。说这个王子这个人的坟墓呢，后边啊，阿措庞薛，阿措庞薛，阿措姆又是一个人的名字，又是一个名字。这个阿什么呢？就是胡子，这是这个胡子。错姆是什么呢？错姆这个本来你要这他起名的时候不知道他什么意思了，就是这个词根呐是犹豫的意思，怀疑、犹豫、迟疑，犹豫这个意思。名字就不管他这个什么意思了，这是实在这个得有点功夫才能搞清楚啊，得知道资料，因为起名字又不是按道理推出来的，他就是临时一个什么事儿，就起这么个名字，你必须得知道故事才行。阿措姆这个人呢，他的陵墓庞薛，他的陵墓的，注意啊，燕月云那月，燕月云那月，说前边那个人的陵墓呢，然后拿就是在什么地方，在什么地方呢？在云是面前，云是前面，面前附近，一个是前面，一个是附近，云是在，要是人呢就是在谁的面前，在谁的附近，在附近，在附近，然后后边是有约，就是说那个陵墓啊是在这个前边这个的附近有，在什么的附近呢？前面还有一个词儿，一个是耶，一个是约。
耶是什么呢？是左右的右。这个咱们汉文呢一说呢是左右，这个藏文呢他说右左，所以他先说右，这个耶就是右，晕是左，晕是怎么拼呢？是卡沃，一个卡沃雅那若晕那晕，卡沃雅那若晕那晕，就是允丹的那个允呢前面加个前加字卡，就是耶是这个要是单独读这个词就得读去声了，耶就是右，晕就是左，因为这个牙呢，记住牙加了前加字上加字也得读平声，所以呢耶晕就是右左。要是翻成汉文呢，我们就习惯说左右，在藏文里头就是右左，允丹那个带允丹那个是左，带这个耶这个是右啊，这是右。虐是什么呢？虐是方向、方面，方向、方面。那个耶虐就是右方，右方。好，这句子就明白了。说那个王子的那个墓啊，在哪儿呢？在这个阿克措姆，在他墓前面的右方，就是在右前方。他的墓在他的墓的右前方有，有他的墓。好，下边啊，冥尼，就是说这是这个人的墓。这个人的墓的名字呢，他还有个名字叫什么呢？叫哈里登波塞若盖。哈里登波塞若盖。这个人的墓有个名字叫哈瑞，哈瑞你看一个神山是吧？咱们这就应译了啊，因为一般名字为了好对它都是译音。这个神山点木我也查了一下字典，是叫曲折，点木是曲折，隐隐约约不显著的意思，曲折，曲折，这几个曲折就行了。这也就是有点印象，这个为以后背单词，就是熟悉一点是一点啊。实际上名字，不用管它意思啊。好 ，Sarah 就是说，盖加上，这就是传说，就是说，传说呀，那个谁的墓是在谁的墓的右前方。名字叫做这个，语法意义就是最后这个 get， 就是说 get 放到最后呢，就是传说的意思，不确定。好，咱们来读一下啊，这个有很多这个名字呀，这个不太好读，因为不太知道意思，然后这个就不好记，咱们就练练发音啊。塞姆内赞别庞索尼。塞姆内赞别庞索尼，阿克措庞薛，烟月云那月，明尼，哈瑞丹波。哈瑞点波，塞若盖。好，看记。下边看最后一个语法现象是查，或者没有那个带后加字，就是查，用在带介斜谢的引语之后，表什么呢？所引为传闻，就是这个查本身呢是什么意思呢？一个是发出声音，一个就是传布、传说，这个就是公认，那个叫共许、集成，就那个大家都这么说，流传，广泛流传，
名声在外就也有这个意思。就是说，如果谢这个说的后边加一个查，就表示这是传闻，就是广泛流传的说法啊，跟那个盖呢有相似的地方，就是传说不准确。咱们来看这个句子啊。李崩罗唐丹巴夷，李崩罗唐丹巴夷，李是山，蓬是驴马骡驴子，一个马一个户口的户。李崩山驴是什么呀？兔子。这一下记仨单词。山驴就是兔子。为什么山驴是兔子呢？他取他这个驴耳朵大，在山上大耳朵的就是这个大耳朵驴就是兔子了。山驴就是兔子。你这所以这个起名随便瞎起，一个民族你爱起什么起什么。我就叫兔子叫山驴，我也有这个道理啊。山驴罗唐丹吧，罗心意识智慧，具有智慧的这个兔子，聪明的兔子啊。仪是什么呢？句格这个句格有什么特点呢？它不是跟在这个就是挂在那个前边词后边，它可以单独成一个这个音节。这是一个七言的诗，所以呢七言的格言，所以呢它就是单独用一个大的仪，就是的。说不是的了，是句格，就是由这个聪明的兔子由它做主语。看它干什么了啊？李大给包赛戒茶，李大给包赛戒茶，李大是野兽，李也是山，李大就是野兽，山里的这个我看字典上它专门解释说是食草类的这个野兽，那还是这个素食动物啊。但是它实际上呢它指的不是，实际上就是全部野兽。野兽的给包就是兽王，就是一般是指狮子是食肉的啊，所以它这个野兽一般是但是字典上确实有一个他说是食草类，但是这个实际上一般就是指全体的野兽。兽王赛，注意一定不要理解成兽王杀了谁，这个他这个动宾一定要搞清楚，藏文的动在后，宾在前，杀除非他前边这个带句格，那就是他杀什么，只要不带句格那一般是被杀，杀了兽王，杀了狮子。戒茶就是传说，据说呀，聪明的兔子呀杀了兽王狮子，这就是传说的故事里头说那个兔子聪明，想了个办法把这个狮子杀死了。传说，你看传说就是没准的意思哈。这就是人们为了这个记一些智慧编这么个故事，所以呢这叫传说，这是一个意思啊。咱们读一下。李崩罗唐丹巴夷，李崩罗唐丹巴夷，李大给包赛戒茶，李大给包赛戒茶。下边一个又是个七言的，说叫恰若给你松瓦夷，恰若给你松瓦夷，恰若刚学了是黑鸟，黑鸟就是乌鸦，乌鸦 k 就是句格，由乌鸦干什么呢？松瓦是抓住的那个过去时未来时所以是所抓住的，这是过去时未来时都有表所的意思。所抓住夷又是，注意这个夷不是句格了，没带仨，这个夷就是的，就是单独成音节的的，就跟那阿 k 故意用出一样，但是呢它可以单独成一个音节。
被乌鸦所抓住的后边看，瑞贝撒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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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瑞贝是乌龟，前边也见过。瑞贝是乌龟，撒拉就是地上，地的上边。你一般地中的情况少，一般是地上。哄谢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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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是哈哈哄。哄是什么呢？掉下来，哄是掉下来。这个谢茶就是传说，传说呢被那个乌鸦所抓住的那个乌龟啊掉到了地上。这跟前边还有一句话能配合起来，就是不是乌龟想上天上这个旅游吗？那个但是那个好像是大雁是吧？咱们学的那一句，大雁这到这儿传就是传成乌鸦了。说俩乌鸦呢跟乌鸦商量，乌鸦说好办呢，我们俩叼个棍儿，你叼住棍儿，这不是就旅游了吗？然后就告诉他说你千万别说话啊，说好，结果叼上去了。上去了，孩子们说：“哎呀，快看乌龟！大雁带着乌龟啊！那个这个乌龟爱面子，一听怎么让他们带着我，这是我飞吗？依我慢，好，一张嘴想辩论，结果呢，轰，给掉下来了，撒拉轰，完蛋了，完蛋不完蛋不知道啊，反正至少是摔个屁股墩儿啊。好，咱们来读一下啊。恰若给你送瓦伊。恰若给你送瓦伊，恰若给你送瓦伊，恰若给你送瓦伊，瑞贝撒拉哄谢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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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像这个读七言的时候啊，你就按七言那个就节奏来读，就不要按意思。你比如这个撒拉哄应该紧连着，但是你就前四个字后三个字就。它这个跟汉文，你看这个藏汉文一个老祖宗啊，它就是有这个特点，很多思维方式啊、读的方式啊，它都一样，所以就按七言诗那样来读，就不要管它那个意思联系的那个停顿，就是要有节奏，读起来很好听的啊。最后一句是茶用在带介写的名词或名词性词组之后呢，表示得名。或以什么什么为名而传开的意思。刚才说这个茶不是有这个叫流传，这个以什么这个闻名啊，这个什么有这个意思，就是他你看这就是以什么闻名，以什么为名而传开，以什么得名，它有这个意思。如果前边是一个名字，就是以这个名字呀传播于世，以这个名字呢流传于世，有这个意思。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具体记的啊，说新咖喱铁儿，新咖喱铁，新咖喱铁儿，新咖喱铁，新咖喱是一个名字，这个下边翻的译音就叫僧伽罗或者僧伽罗，要按说读这个伽呀，嘎卡伽啊，更接近一下。且实际上是因为这个加过了汉语之后啊，人们因为汉语这个字有两个音，所以有的人呢就读成且。说按这个原文的发音呐，应该还是发僧伽。你看新嘎了啊，新咖了，新加了，所以还是加的那个音近一些。提儿就是在这个地方，重开这边。重开这边，重开是城市，这边是建筑，那个基本含义是砌，一个石头一个一切的切，砌东西的砌，这个再引申一点就是建筑。由于在这个地方呢建立了城市，建筑了城市，由于这个原因，新加来临。新加来临，谢茶所，谢茶所，谢茶就是
就是如果前边是一个名词的话，那就是以这个名字传扬于世，以这个名字这个流传于世。所以它这个前边呢就是个名字，是什么名字呢？叫辛嘎来令。辛嘎来这是它的这个原名，他现在把后边那个仨换了一个的，就变成这个僧伽罗的。然后这个令是什么呢？就是州，南赡部州，这个三点水一个定州啊，通州啊，那个州，州有时候呢岛，没有，就是那个州岛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个慈福寺叫前白令，就是叫慈福州，就是它这个本意就是州岛，那它就是寺名，所以人们就不要它了，就不译出它来了，就叫慈福寺，就是州，所以呢，你看啊，他这用的就是岛的意思，就是叫僧伽罗岛，就是为什么叫僧伽罗岛呢？因为前边那不是带个拜嘛，这呗，就是因为僧伽罗在那儿建造了城市，前边这是一个人的名字，因僧伽罗在那儿建造了城市，所以这个城市就叫僧伽罗岛，就是因僧伽罗是一个人的名字，僧伽罗在那里，所以这个在那里，这个那里呢，不是指的僧伽罗这个人，是指的原来没有名的一个地方。僧伽罗这个人在没有名的那个地方呢，建了个城市，所以他就叫做，就以这个建筑这个城市的这个人，叫这个僧伽罗岛。所以谢茶就是传说，叫做以这个为名而传扬于天下，就是这么个意思。好，咱们读一下啊。辛嘎来提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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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重开再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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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辛嘎来令，辛嘎来令，辛嘎来令谢茶所，辛嘎来令谢茶所，辛嘎来令谢茶所。辛嘎来令谢茶所。好，通通读一遍，今天就结束4页啊，翻回104页。참새 나래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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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게볼라 닝굴 제지오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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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피메 나래, 비메 나래, 피메 나래 대미래, 비메 나래 대미래, 게보디 괴바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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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춘바 초두옹시오, 춘바 초두몽시오, 춘바 초두옹시오, 춘바 초두몽시오, 파테치칼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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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포라담바, 보라담바, 포라담바, 보라담바, 타가치와 디인, 다가치와 디인, 타가치와 디인, 다가치와 디인, 쾌랑 단바탕 촉보니, 쾌랑 땀바탕 촉보니, 쾌랑 단바탕 촉보니, 쾌랑 땀바탕 촉보니, 让心安静，谢热不穷哇喇嘛姐，让心安静，谢热穷哇喇嘛姐，让心安静，谢热不穷哇喇嘛姐，让心安静，谢热穷哇喇嘛姐，提来多巴拉提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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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巴尔九巴康些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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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且诈其心切宝，
且诈其心切宝，且诈其心切宝，且诈其心切宝，既不能把扛显呐，皆不能把扛显呐，既不能把扛显呐，皆不能把扛显呐，开揭于那弥勒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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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均给帕约律所写，均给他曰律所写，均给帕约律所写，均给他曰律所写，念那让你律把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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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包念的，给我念的，给包念的，给我念的，却给所勤劳写所，却给所勤劳切所，却给所勤劳写所，却给所勤劳切所，改变推改节学话生呢，给别推改节学话生呢，改变推改节学话生呢，给别推改节学话生呢，热不嘎的，热度干的，热不嘎的，热度干的，听大给那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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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疼亲切，很亲切，疼亲切，很亲切，牙堂明星度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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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写嘎在多，谢大家多，写嘎在多，谢大家多，lun包嘎尔给，云包嘎尔给，lun包嘎尔给，云包嘎尔给，改变重度轻的，给别重度轻的，改变重度轻的，给别重度轻的，给那给哈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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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阳蛋准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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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嘎南瓦修写虚说，噶南话就写虚说，嘎南瓦修写虚说，噶南话就写虚说，买多故乡那写吧，每到故乡那写吧，买多故乡那写吧，每到故乡那写吧，满民满民新别给包啷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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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句普木音，真句父母音，真句普木音，真句父母音，故乡那明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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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买多结吧，每到节吧，买多结吧，每到节吧，再把那大把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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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你给lun包你你，给你给云包你你，给你给lun包你你，给你给云包你你500lun包，500云包，500lun包，500云包，3米节恰瓦汤，3米节恰汤，3米节恰瓦汤，3米节恰瓦汤恰热给lun包，恰肉给云包，恰热给lun包恰肉给云包，真给修剪写恰瓦哦，真给修剪写恰哦，真给修剪写恰瓦哦，真给修剪写恰哦，藏论写恰瓦，张云写恰瓦，藏论写恰瓦，张云写恰瓦，特把亲别多修说，这把亲别多修手，特把亲别多修说，这把亲别多修手，龙墩把扎瓦送酒吧，龙云把沙瓦送酒吧，龙墩把扎瓦送酒吧，龙云把沙瓦送酒吧，
节恰瓦。节恰瓦。下边一句，铁大呢怂的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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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节伢吹真别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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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东句给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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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撇给记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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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马狗给着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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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塞母奶真别旁说你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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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약촌旁薛。약촌旁薛。약촌旁薛。 약촌旁薛。 燕月云那月。 燕月许汉月。 燕月云那月。 燕月许汉月。 明年哈日等波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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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月嘅。 3月。 下边日本罗唐登八一。 日本罗唐登八一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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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日大给报赛检查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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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日大给报赛检查。那个周老师就是读的查，就是读的很那个标准。最后这个下边一个，恰若给你送瓦一。 恰若给你送瓦一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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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预备沙拉红血茶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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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加来提儿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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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重开再白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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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加来领血茶所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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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加来领血茶所。好，动词就完了，难关过去了啊。